你相信吗？一个小小的习惯，也许就能彻底的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今天我们读《早起的奇迹》，本书是由美国哈尔·埃尔罗德所著，作者被称为是死过2次的人生赢家。他有段不可思议的传奇经历，他在15岁的时候就创办了一个私人电台，20岁时已经成为千万富翁级别的顶尖销售。然而，在事业的巅峰时期，他遭遇了一场车祸，险些丧命。经过1年的康复，当他准备重新赚钱时，金融危机随之而来，他的千万资产化为乌有，他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不过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仅仅5年后，他再次积累了巨额财富。许多人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，背后是否有高人指点，抓住了暴富机会，还是钻了投资空子？面对这些猜测，哈尔只是笑笑说，事情其实很简单，我不过是改变了一个生活习惯，这个转变就是不再熬夜，坚持每天早起。当年他十分消沉的时候，有人建议他晨跑，于是哈尔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开始跑步，跑完后回家，井然有序的工作。坚持了2个月，他的身体和心情都有了很大改善，收入也比从前高了。接着，哈尔发现了早起的好处，于是把起床时间调到4点，利用多出来的时间读书写作。几年后，他出版了几本书，获得了几百万的版税收入。就这样，靠着早起，哈尔再次成为百万富翁。后来，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进了畅销书《早起的奇迹》里。你身边有没有那些爱赖床的人呢？为了多赚钱，他们选择不睡觉，通宵写文案做 PPT， 或者通过熬夜来恢复体力。结果呢，晚上不睡，早上起不来，每天都挣扎着起床。更糟糕的是，熬夜赶出来的方案漏洞百出，结果一整天都没精神，反应迟钝。长期如此，别说抓住赚钱机会了，连基本工作都可能搞砸。他们并不是不努力，甚至更加吃苦耐劳，但就是无法摆脱贫困。在早起的奇迹里，作者把这种爱赖床的习惯称为慢性缺钱症，因为贪睡，一醒来就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只能被动应对，根本没有赚钱的思路。以前的哈尔同样喜欢熬夜，晚上特别精神，把许多事情留到凌晨做。刚开始他还挺自豪，觉得自己在晚上做事效率特别高。可几个月后，他发现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业绩越来越差，奖金越来越少呢？经过反思后，他发现虽然熬夜时工作效率高，但白天的黄金时段都浪费了。因为睡懒觉，他错过了与重要客户面谈的机会。精神不振时，脑子也不灵光，创意匮乏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他依然摆脱不了越睡越穷，越穷越睡的怪圈。直到多年后，哈尔通过学习心理学才明白，穷人赖床多半是出于逃避心理，因为不想面对自己的困境，就像鸵鸟一样，用熬夜、睡懒觉来麻痹自己。毕竟晚上拼命努力，早上却睡得天昏地暗，不如意的日子就这样一下子过去了。这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，睡觉是为了隔绝外界，而生活的刺激都是难题。赖床就像是一种让人产生幻觉的药，虽然能暂时缓解心理的焦虑，但就如同饮鸩止渴，问题和麻烦会越来越多，人也会越来越穷。很多时候赚不到钱，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而可能是作息出现了问题。作家托马斯花了5年时间，追踪了177位成功人士的日常活动，最终发现99%的有钱人都有一个共同习惯，那就是早起。这个结论与哈尔的观察相吻合，他认识的那些成功人士中，有人天不亮就开始跑步，有人在早餐前就把一天的工作安排妥当。就像哈尔的朋友，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，每天4点半起床，他的笔友罗伯特清崎每天6点就坐在电脑前写作，还有他敬佩的地产商迈克尔，他的邮件回复从来不会晚于早上8点。这些人都告诉哈尔，他们的成功归功于坚持早起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早起是摆脱平庸的第一步，你和有钱人的区别可能就在于闹钟设定的时间不一样。早起不仅改变了一天的进度，还会像蝴蝶效应般逐渐改变我们的人生。里斯本大学曾进行过一个挑战，连续21天于4点半起床。
起初大家都抱怨辛苦，但21天后，大家为能早起而感到高兴，因为时间多了，他们变得更自信。早起锻炼让他们头脑更敏捷，凡事提前准备也使赚钱变得更容易。挑战结束后，很多人继续坚持早起的习惯，短短几年，他们就把与他人的差距拉开，在职场上初露锋芒。富兰克林说过，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、勤奋、谨慎、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。战胜懒惰，改变惯性，夺回人生的主动权，也就等于拿到了财富世界的入场券。在社会这个竞技场，最大的敌人永远是懒惰的自己。每天早起就是做好自己的事。哈尔说，一个高效率的早晨只占一天的 20%， 却能完成这一天最重要的任务。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。把早起坚持到底，你想要的一切，包括金钱和时间，都会在你面前展开。在书中，作者还分享了自己的一段低谷经历。他开公司的时候，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，购买设备、装隔间、管理财务、招人、修电脑，经常忙到深夜。由于如此超负荷的工作，他患上了带状疱疹，不得不停下脚步休息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他结识了一位身价过亿的超级富翁，但令他吃惊的是，这位富翁并没有自己那么勤奋，甚至很少熬夜。他感到疑惑，便问对方，您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呢？富翁回答说，我的秘诀就是每天早上完成当天最重要的3件事。原来，富翁们的财富不是通过拼命延长工作时间获得的，而是通过善用早晨的时间来处理更多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还在睡梦中时，富翁们已经开始积累他们的财富了。那么，这些有钱人早上都做些什么呢？经过大量调研，哈尔将有钱人的晨间活动总结为一个 Savers 人生拯救计划。这个计划具体是什么呢？我们来仔细看看。首先是 Silence 静心。很多富翁早上起床后会选择冥想或打坐，以此来让自己安静下来，调整好心态，这样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就不会手忙脚乱。接着是 Affirmations 自我肯定。作者提到，这是对潜意识的积极编程。许多有钱人早起后会给自己积极的暗示，鼓励自己，相信自己一定能行。这不是自欺欺人的口号，而是在提高信心，激发热情。而后是 Socialization 具象化。利用早晨的时间去观察、感受、聆听、触摸、实践，因为即使心中有宏伟的蓝图，如果不付诸行动，一切都只是空谈。Exercise 运动是接下来的环节。哈尔指出，早起锻炼，即使只有短短10分钟，也能为一整天定下积极的基调。在富人圈中，运动被认为能产生巨大能量，使人思维更加活跃，注意力更集中，抗压能力更强。除此之外， reading 阅读也是很多精英人士的晨间习惯。他们都有固定的早读计划，不是每天读多少页，就是每年读多少本书。他们通过阅读吸取知识，开拓思维，以认知的提升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。最后是 scribing 书写。许多富翁还喜欢在清晨写下日程安排，或者对昨天的事情进行复盘，这样他们能够及时总结经验，也能迅速捕捉到赚钱的灵感。甚至哈尔自己早起时也会写日记，他坦诚地说，能成为畅销书作者，多半要归功于这个习惯。对于这个拯救计划，哈尔充满自信。他提到，从顶级影星、专业运动员到商业巨头、企业家，各个领域的精英至少践行过计划中的一项。即使是普通人，如果能把这6件事坚持1年，也一定会有变化。看到这里，我相信你很可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实践哈尔的人生拯救计划了。不过，先别急。据统计，很多人刚开始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。有的人一听到闹钟响就感到心慌，觉得早起太痛苦，又钻回被窝继续睡。有的人坚持了几天，发现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便失去了早起的动力。还有的人因为早睡早起显得与周围人群格格不入，感到孤独无聊。早起确实能为你带来机会，但关键是要能够从床上起来。对此，
哈尔在书中分享了一个5分钟起床法。第1分钟，告诉自己我一定能顺利起床。第2分钟，把闹钟放在够不到的地方，以迫使自己起身。第3分钟，直接走到盥洗室刷牙。第4分钟，喝一大杯水。第5分钟，换上晨练服出门锻炼，不给自己犹豫的机会，闹钟一响就立即起床，快速进入既定程序。此外，书中还建议找一个可靠的早起伙伴，这个人可以是家人、同事、朋友，甚至是邻居或晨练搭档。大家可以约定早起时间，互相监督、鼓励，分享心得，见证彼此的变化。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伙伴，也不要紧，网上有许多早起俱乐部和群聊，提醒自己每天打卡，也能起到督促的作用。如果你仍然未能养成晨型人格，作者提供了更深层的方法，这需要你真诚地面对自己，搞清楚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在追求财富的路上，强烈的欲望比严苛的自律更有效，也更能成为行动的动力。想拥有健康，就会自然而然地早起锻炼；想提升思维、开阔视野，就会早起学习；想赚更多的钱，就会走出舒适区，迎接新挑战。当你将欲望转化为动力，就如同自动开启了充电模式，再大的惰性也无法阻止你迈向理想的生活。书中有一句话对我影响深远，你要么躺在床上等待生活的打击，要么早起创造奇迹。贪恋早上的那点睡意，等待你的只能是浑浑噩噩的一天和无望的未来。不如拿出勇气，早睡早起，用时间的杠杆撬动财富的壁垒，用清晨投资自己，成为行走的有钱人，财富自然就不远了。要知道，金钱从不敷衍任何人，前提是你先别敷衍自己。